咱遮可能无讲哦，简单讲者，哦，大型的不白哦，现在也不白，伊就是合用、重用、正用，哦，正用，所以天地创造嘛，我绝对讲有伊的作用，这是咱人较好的讲，而且感觉这个理念很好。哦，所以伊讲伊种大型做出来，咱人的角度看是有缺失的信息，每个都是正用，所以没有所谓这个弊的。哦，这咱各位，咱同学习的，咱各位先对我去参考。大家如果该学习这样，咱简单就好。哦，所以天地创造万物，咱只要用讲话一句话，就是法界中这个。当然，中用是咧讲咱人希望的拢是法界中正，咱人爱中正。天地其实本来就中正啦，伊无迄个总结的这个问题。而且是以咱人角度来讲，其实所有的事物都是刚刚好的啦，是拄拄啊好的。天地间的物件真正是安尼啦。过来玉枪，伊有咧作用，伊有咧生化，有咧演化。伊较会不强，不强就是不专，伊会当循环不止，伊生不息。这种主要的道理啦，这个咱化学不用再跟着学这个该水啦。中用来讲叫记忆性、无限，性就是停止所以它不会停止。天地的咱天地的样貌的状态，其实就是安尼。这个我感觉伊咧讲天地之道啦，天之道。过来讲这三句大力用困，大拍用转，大变用论。什么叫大力用困？讲足大种字，这个上大上绝对这个字伊那才是困的，困的是什么叫做困？或许在用这文字上的注解了，先因为我感觉读经典还是记的艺术，先了解伊的艺术了，去体会伊的意义先对文字的义，然后去体会伊的义那伊的义的艺术咱大概是安尼。这个物件这种解释拢不是咱我家己写，最互我去查康熙字典。康熙字典的注解其实足济啦，互我经几个精要，康熙字典内底安怎去注解这个字。那咱若看咱教育部的国语词典伊拢较白话吧。那互我感觉咱古早的经典，伊拢较文字的原意交咱即摆白话迄个解说无会那么想象。所以讲这个力用大力来力用困。讲伫咱人的这个世界世界上，咱人这个世界，看一下小抄。这个大力来卡来变这个物件其实我感觉就是咱人的外在的问题。这个用困用法用论，这较典型的外口，典型的外口。所以而家讲这个大力，咱一个心内大力的人，其实外口人写看，那是受委屈啊，受委屈。一个内心真正是大力的人，这个委屈，咱人咧看感觉会受委屈，咱平常人咧看感觉会受委屈。不过伫迄个圣经、意境、心境内底，感觉这个大力委屈是委屈啊，在他的内心也是只有这一个正直。咱听时常听过这故事嘛。咱举一个例子咱之前1000条有一个人种就是医生一个为人种有一边呢，伊帮因庄内一个人看病较病，迄个人个病叫要翘伊就去遐看，规药有食，即摆甲医甲要好的时阵迄个人就走来甲迄个医生讲为人种你来甲我看病了我放伫厝内有一个10两的一个10两钱总叫无伊我就开始甲甲伊讲意思，我你来看医生嘛来看病先甲阮的物件去着。歹势，是我无面讲话拢安尼。即摆这个医生因嘛拢无解释，就点互伊讲。点互伊讲，伊就
继续开个药啊，即个病人食，定啊伊真正甲身体甲医好啊，好伊甲真正较健康啊。啊，毋过伊转来人，大家拢听着，伊安尼讲啊，即个医生哦，头家因兜诶十年钱啊，安怎讲啊，所以大家就对这个医生啊，这个医生哦无医德哦，无医德哦，看病个甲头家物件，这是个坏医生。啊，安尼继续讲无结果当迄个病人身体较好诶时阵，开始咧发出来，病物件，结果发现伊诶装甲，哇，找到这十样钱，这十样钱佫是用伊真正家己诶包来诶这个哦，头先讲无对，伊去让医生落来时，医生佫摕10样回啊，10样钱，伊佫继续甲医啊，伊无讲伊安尼甲多，伊还变改，哦，伊就感觉吼，伊就无甲做一寡很多的变情，受这委屈就对。哦，伊甲好尾啊，这个病人去找着伊物件，就感觉真歹势，带因后生登门赔罪。医生啊歹势，甲你误会哦，啊害你隐身扫地啊，喏，底下甲解释，啊医生，嘛无讲啥，无要紧。后来咱就讲医生啊，你是安怎受这委屈，你要变改？医生啊讲，伊就看病甲要死啊，我佫叫伊甲我坐，伊佫生气，佫掠讲，佫安怎？人都救无我佫为着这10样钱，哦，害死一个人。所以哦，这你生死的面前哦，伊的名声哦无重要，医生的本分就是救人，所以我甲救我这较重要。哦，所以内底伫个心内，伫个外口咧，伊是受这个苦。哦，历史上都侪故事，其实拢安尼啦。哦，咱时常听过日本的白银禅师嘛。哦，多前线哦，讲过这个故事啊。一个祖囡仔哦，甲伊男朋友生一个小 baby 哦，叫伊是大人知影了，甲责备你这个祖囡仔哪才15、16岁，为什么会生小孩子？到底囡仔是合想生？女生不敢说，就甲大讲啊，迄个寺庙的白银禅师。哦，这咱多前线甲拢听过啊，大概即马大概哦，装来衫人拢去啊，大我就去啊讲，哇，伊爸母娶你这个不输鬼啊！这个风流和尚，这个跟我女儿生小孩，这个囡仔你爱饲，啊，拢知影上名白禅师甲印上，伊讲哦是安尼样，哦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哦，所以伊甲大阿说都是这样子的，叫伊饲囡仔讲哦是这样子的，哦，伊就给伊饲，哦，讲饲过一段时间了，迄女儿良心不安啦，过意不去，家饲哦，讲啊，不是啊，其实这个囡仔是我叫厝生，是我安怎，我叫伊男朋友生。我啊，规个我啊，去啊禅师回信的，歹势，啊，囡仔要带倒去，我歹势，我甲你误解啊，禅师讲啥？哦，是安尼哦，是安尼哦，伫迄个师傅的心中，修行者，伫个心中这个大字，伊心内有这个大，其实这个大就是咧讲道嘛，哦，伊心内感觉这个大的道伫个心内是较妙。大字在他的心中，这个讲，伫个心内是上重要。外口的这个棍，那个都短暂，迄种片刻，迄不是真实的。哦，啊，即使大家拢在甲大大甲伊使用，嘛无影响伊自己的这个心性的坚持完美。啊，不过咱一般人拢唔是呢，一般人袂甲这人讲的，袂甲这受一点仔委屈的。哦，是不是安尼？咱我都。拢有主咧讲的这个淡定用途，很重要。咱会感觉外面的这个也很重要。啊，咱同受委屈的时候，其实咱无法度去像咱对我讲的这内容，甲吞落去，甲接受落去。其实咱心内这个淡定就无去啊。咱心内不只是咱外口受委屈尔，就是咱的心嘛不去啊，已经虚了。咱拢主来讲，淡定就是咱人爱有淡定。啊，当咱无法度的时候，咱心内这个那这个定就无去。哦，所以心内内心真正有淡定、来拍、来变的啦，就是他一定会做，就是像讲这样。哦，啊，这大小若拙，其实嘛同款的意思哦。这卡，这个卡两种卡，哦，这个墙两种墙，这种叫做拱墙。港卡就是讲做工课、做代志迄种的卡，哦，啊有另外一种卡叫做巧，啊，台语叫巧，
叫做智巧啊，头壳嘅巧。哦，所以有两种含义啦。当然咱两种互人解说啦。啊，比如讲啊，以天地，哦，天地其实创造这个世界哦，创造这个天地，其实伊就是一个上大的卡，啊，讲巧夺天工啊，创造这个物件。啊，不过天地咧创造这个物件哦，毋是伊的这个卡哦，毋是讲互人看得出来伊的卡，咱看到的卡是上尾爱看到的。天地咧创造这个美妙，这个事物，咱人感觉伊是足精巧，伊是足笨拙的啊。譬如讲，咱咧看，咱去讲迄什么桂林，看到迄钟乳石，钟乳石看哇，真水！诶，咱迄钟乳石，一支钟乳石，我经过偌久啊？才几百担啊，是几万担啊？啊，伊对爱几万担好多是形成，啊，伊安怎形成？伊就1滴、2滴、3滴、4滴，一直滴。迄哪讲？就是咧讲这个做啊，无什么技巧，无什么啊，多厉害，伊就是迄个。所以讲巧，真正的讲巧，不是讲用的啦，伊其实拢是由这个做去呈现。哦啊，这是天地啦，咱以咱人来讲的一个卡。哦，咱人咧合作者卡的物件。哦，伊就有当时看迄卡，迄足厉害啦，是伊拢是做足重复的工作，一而再再而三。哦，咱时常我听熟悉听过迄个漫游老头的故事，卖油的嘛，咱知嘛，一个人咧写字，哦，百种厉害，就伫遐炫耀，啊，大家讲啊，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啊，有一个老人伊就伫遐，无啥，哦安怎？啊，迄个人夫妻讲啊，你这我写字无够嘛？伊讲是有够啦，啊，这对伊来讲哦，对伊看来感觉无啥，这就是一种熟能生巧意义啊。伊讲，迄我嘛会啊，我迄个我不有啥物厉害，伊就摕一个油嘛吼，摕一个油，啊，另外放一个当钱，啊，当钱中有一空，啊，就对端那个是的虚无啊，迄个对伊空啊，哦，这个厉害，做厉害。哦，来讲，你啊，这我嘛会，我只是咱的迄个物件无共，你是写字，我是倒，我是讲遮厉害，因为我从15、16岁就开始倒，一工倒，一工倒，2工倒，3工倒，一开始可能倒到4件拢死啊，到尾哦，有迄个诀窍，你有不断的练习，安怎就比较厉害。啊，所以来讲大卡的这个物件，其实伊的迄个呈现，一般人咧看袂到迄个大卡的时阵，咱来只感觉讲啊，迄个啥，迄个足笨拙，尤其若叫咱做一寡重复性的工作，但是咱拢做不完。啊，尤其咱咧国家做工作就是啊，感觉做不完，复杂。为什么？老板、上司叫我做这个物件，啊是师傅教师啊，讲你着去做这个。哦，其实要先就大卡，就必须要有一个专的一个规定，就是讲做一寡足无聊、迄叫做基本功啦。哦，学拍篮球，感觉我觉得那效果拍篮球，拍篮球练球拢练上，不是叫你着去练馆走来走去，叫你摸一个球，摸一个球，冲啊，正手碰，倒手碰，啊倒手碰完换倒手，碰来碰去，啊无碰了换对脚头，哎哟，胯下用过用来用去，啊逐工就大用，这啊搁有咧，这球衫来大天在练去，身体绕过去，啊够了，迄足无聊啦，我实在我感觉足无聊，去练馆有人伫遐拍来拍去较趣味啊，啊搁人前一开始拍篮球，现在拍来拍去，迄人甲技术就愈来愈好啦，啊毋过迄基本功。不够扎实，有人会真正拄着对基本功，有咧注重这个专的工作，一直累积起来，迄是无共款的，层次就是无共。迄我就来到这个大卡，所以真正大卡，其实哪才就咱做航班的呢？哦，所以感觉这句话有其他的意见的是，咱是上听的叫做大智若愚。哦，咱对我讲嘛，这卡都有技巧。卡巧，哦，手巧的人会容易遮羞，遮羞啊！较严重的叫做死亡哦，啊，较细小的咱写，咱即摆即个时代，手巧的较容易用顶悬的长官甲咱变下来哦，所以咱的这个传，咱历史上咱知影即个讲一个历史故事咯，迄个遮
个杨修都巧，伊看会当对左侧一起哦，伊兴趣会当诱出左侧咧想啥？哦，因为曾经左侧哦，当送一个迄个饼去互伊啊，哦左侧食了，伊伫饼另外写一字啊，叫做和啦，一和啦，一个和啦，合啦。啊，摕即摆就摕好离开了，离开了讲啥？即个丞相是啥物意思？啊，这杨修看就讲啊，这大家摕无食食，为什么意思叫做一人一口？哦，一人一口就去食食的对嘛？伊叫做一盒酥啊，一人一口酥去食食，哦，所以就巧。那迄阵做做成条公平吧，咧小镇。啊，迄个战争咧拍甲不上不下，钱啊不是，体啊不是啦。伊真是想要讲嘛，我都安尼提嘛，感觉有失面子。啊，拄好有一工，人厝边看下面搁送物件，送一个鸡，反正就是那个鸡鸡吧，有食。爱食迄有一个鸡肉嘛，有捌听过鸡肉啊？我是食一摆甲迄个鸡肉放伫边啊，我来讲鸡肉啦，鸡肉。我也迄个名叫做迄个杨修款，杨修听讲丞相讲啥？丞相就讲鸡肉啊。哦，大概是咧，后详细是安怎，咱叫伊是去哩考据，啊，更大意是咧。我也杨修讲啊，丞相哦想要退兵啊，我伊歹势讲哦，甲大家讲啊，丞相想要退兵啊，咱等于哦，搞好我管管准备物件，讲准备来等。这个大家大家讲哦，是安尼哦，大家开始俩打包，哦，遐发起来，这个叫做发起。杨修掠来扑头，伊讲安怎？这个是战场上，你大妖乱温馨啊！哦，大概只要战争呢，我都无安尼下令的，你竟然叫大家伫遐看到好休息。哦，所以这个杨修做巧，很有政治感，看透了。哦，所以这就是讲啊，讲真正巧咱看得出来，有当时啊，要典型爱看时阵，爱看时阵。好，过来，第二篇玉论，辩即个辩哦，叫辩解，上部的辩解，来讲是安怎，论就是木讷卖讲，不要讲，不要讲。那，其实天地吼，天地是无咧辩解，天地是演化呈现互咱看，所以伊无这个变跟讷这一件事情，所以真正咱要去辩解哦，其实辩解要靠定义哦，辩的目的是创啥？辩啊，要辩就是要证，什么证？证明，证明要去证明。我讲言语的证明其实是真实的。我感觉咱真正要辩哦，要辩清楚哦，要辩清楚，这要有心智的一个辩，分辨啊。讲迄个佛学审问慎思明辨一辩，等于一点话拢是辩啊，明辩、大辩，这都是辩。只是这个辩哦，老师底下讲的这个辩是徛辩哦，辩是有水讲。哦，啊，不过我感觉咱要言语的辩哦，拢有做个态度，为卖讲啊。换个角度是咱要有心来辩。哦，咱要有心来应辩。真实，言语言辩哦，对着代志，咱要一辩去反驳，去证明伊的真实。其实嘿，哪会当证明哦，靠你啦，大灾啦，一时的啦，一时的啦。哦，有的人是相信伊嘛是伊个顶头，伊毋是真正相信啦。所以真正要辩，这个真心就我感觉爱有，对我讲心智中徛心的一辩。这个辩是辩伫咱自己的内心啊。咱无爱辩论，是就变变化，较清楚就好。哦，所以真正要辩不清楚，来辩用论来讲，咱的心辩不清楚，较是哦，所以而且互我感觉这个也是讲咱非常意义。啊，所以咱修咱来修行，学道听道理，伫咱的内心建立把这个大建立伫咱的心中。拄着这个境的时阵哦，咱家己心内有家己定好啊，咱心内有大卡，咱的
的心内家己变真清楚，安尼就好。外在这个无重要，因为这外口的这个物件有始有终啊。哦，伊袂永远拢安尼啦，像拄我讲讲的遐故事。哦，啊，真相最后一个大辩，就是为了找寻那个真相。哦，真相只有一个人，真相嘛是靠坐来的。哦，真相时间会就甲证明。啊，你还人因事上这个真相，是不是真相？我感觉无重要。哦，因为人因事上的真相，经过50天、20天、30天，无你我50天、1世人过。其实咱做在乎的这是不是旧误会啊，还是讲真相是不是出来？其实经过了历史回了，还都不重要。咱人只会在乎眼前的事情。30天前的代志，50天前，咱讲30天5年的代志，咱大家拢袂记了了。哦，旧年像咱甲伊欺负哦，咱工会上受啥物委屈？现在咱可以记，咱可以记嘛。有人可能锥心之痛，咱可以记，啊，不过讲，都已经不重要了。啊，所以那种人因的事的物件哦，其实那个过了就过了，哦，那个不重要，咱东渡点的时候，咱有正确的心态，咱我都用大智大巧大辩那些形象的底下拼图的，对不对？哦，我好这样物件都是因缘而已，所以后面讲舍性啊、精性点这个很特别的，我一直觉得老师怎么讲到这边，对我在讲这一类的，我有在讲这一类在讲，那很特别哦，老子的想法，但是要虽然不容易去体会。哦，那先看文字上的意思。以前讲舍是舍，或者是躁动，就是咱一定当。那如果咱咧讲哦，伊讲舍性寒条件动是一种自然的现象，哦，自然的现象，就拄我讲的，即摆开始要落雨，即摆就要热天啊嘛。啊，到11月、12月开始过的时阵，就开始要寒。所以这叫做自然哦，自然，这是天地本来的正常。啊，当然啦，拄着寒的时阵要怎办？哦，咱若有衫就穿衫嘛。啊，若无衫咧，啥物？动一动，跳一跳，叫做燥啦、热啦。哦，爱叮当，叮当会产生能量，哦，产生能量，咱就我就御寒。哦，所以较早我现在骑脚踏车的时阵，少年的时阵哦，骑脚踏车，我选爱骑。寒天也骑，寒天也骑，寒天的什么10度、5度嘛，拢走去骑。骑去河湾山，湖里，湖里骑啊山顶拢差11、12度尔。啊，你骑的时阵敢会寒嘛？一点我拢袂感觉寒，规身躯寒。为什么出咱身体在叮当，叫做湿？我拢袂寒吼，我规身躯寒，一直流汗。啊，毋过要落山咧，哦，足。是咪做寒？因为落山袂行，袂出力，规路一直咧冲咧，讲到要害，就是有人落山骑到寒到后尾手，都地袂冻僵啦，地袂调，迄刹车地袂调，就去落病啊，嘛真危险。所以真的是，啥讲舍性嘛，就是安尼，咱在寒的时阵哦，需要躁动，产生能量，自然界嘛是安尼，自然界的能量，咱讲微波炉。微波炉现在也烧啊，这原理很特别哦。微波炉现在也烧，微波炉是用来电波、电磁波，然后给你震动，来给水分子呢水啊产生震动，震动就产生能量，能量来烧，啊烧啦，烧电比烧的，所以舍性真的理解合理解哦。爱讲精性点。哦，所以精性点，啊若在热的时阵安怎？热的时阵，咱即摆社会较好人有年气，那古早人来讲一句话叫做心静自然凉。在热的时阵，这是两准，差不多。哦，所以咱若咧烧的时阵，安怎爱保持冷静，静落来了，当然我都不静的手冷气，安尼规冷是冷气机啦，啊，要静。我讲，烧是躁动，
震荡，水分子震荡，咱微波啦，停下来，然后继续震荡，迄个变动，迄杯水伊安怎，伊慢慢冷，啊，伊先来冷，因为伊静，伊无咧震动啊啦，所以伊就冷，啊，所以而且咱我从这些现象，啊，我刚刚讲有这样讲，寒条件，这就是一种主义的研究。这个咱像像咱去拄着外口遐医美，外口遐医美，当咱拄着的时阵，咱要到遐面对，要去解决。寒条件咱要怎解决？拢辅助底下甲讲叫做蛇胶精。咱要御寒来搁一个蛇，就是你人穿衫以外咯，就是蛇。电热我大家有甲你讲，当然这个咱左边这个图，左边这个蛇性寒蛇会当性这个寒，慢慢这蛇代表嘛是结啊，伊讲辅助底下来讲，这个精会当性这个结，精性这个结，代表安怎？代表其实精是上厉害精咱人会当使，咱人其实可以走也可以进，也可以走也可以进，不过精是当性这个结，所以这蛇胶精，咱人要动较简单，要静困难，咱会当去反观，咱要静静伫遐，像我准备要道理要学这样物件，我太太都讲我这个我见得走来走去，我好觉得原来咱迄样，咱台南的暗时还个开班，好觉我做想要请假，来吐槽，来闹，你大厝啊，袂较好啦。为什么我感觉要静静坐遐不容易？我咧指咧想灵感，其实较伫咧生活当中啦，我不会一直坐在那边20分钟、30分钟、半个小时，一直在那边挤打咧灵感。我其实拢伫生活当中看物件，咧做代志，当然是做一寡免大头看的代志的时候，我比较会去想一些东西。迄其实嘛是一种集体运作，这是咱典型的红线路的反应。所以要动较容易，要死，躁动啊，要厉害，那个比较容易一点。不过要恢复迄个静是较困难的，所以静是上重要。会当回到那个静，一个可以静的人，其实伊嘛可以动的。不过一个一直动的人，伊无一定有法度静。不过要静，其实要处理迄个问题，迄个问题。所以后边才咧讲的是，最好摸不住，上尾来讲就要清静为天堂静。那么纵观从前面来看，好简单，咱头加工这个寒跟热，进肾燥。其实我咧刚才讲头前会大会用啊，其实那个就像是这个寒热跟静燥进赶快。本来大地天地之间，伊迄个无会大还是做主的，而且它本来就具足，伊无啥物关系的。不过你咱人看是看伊做这问题啊，做这问题，所以讲伊无会用嘛，亲像有发啊，亲像伊拢咧消耗储蓄嘛，亲像伊拢是笨拙的啊，伊拢是啥物委屈的啊，伊拢常常拢无要去。那才像是安尼嘛，不过其实这阵那才像外口热啊，这做正常的啊，做正常的。那伫咱人是爱有一个应对的方法，面对自私因美，咱人我容易面对它去处理它。面对自私因美就是寒的时阵用湿，热的时阵咱用静。伊的问题其实就是静，是咱所谓要讲的这清静为天下静。唯有这个清静的问题去面对一切的自私因，那天下就正。当然，这个天下是讲我靠，天下道理运作，天下本来是正的。那你来看这个天下，看这个因素，定袂正定袂正，就是咱嫌这也无好，嫌迄也无好，就挑这个界，这个物件甲伊干扰，这个物件甲伊影响。这个物件看到物件，咱就起贪欲；看到这个人，咱就起嗔恨；看到这个事咱就无气。因事物咧甲影响。所以咱就是无
我都一定这个字，啊是安怎因为咱本着清净，啊这个清净哦，清净不是咧讲拢无代志来甲了解，这才是清净。真正的清净是咱拄着代志的时阵，无代志的时阵嘛清净啊，啊有代志的时阵呢，咱嘛是清净啊。哦，咱今仔日来甲咱委屈哦，是着代人甲咱诬赖，咱头先看的，来甲咱诬赖，咱嘛是安尼啦。哦，咱的目的就是讲，有人托劳说，伫安尼面对一水暖，伊讲安怎？目的就是讲，互伊甲你答应。哦，咱的寒山师就讲，什么有人帮他，什么给他安怎，什么还是我问题。那寒山师就讲安怎？讲什么任他随他，过了几年，看他要怎么样。现在我都安尼，因为内心是清净的，有清净的人，面对什么代志，无影响，袂影响伊，因为啊，伊做的语言就正。哦，什么叫做正？这文字上的解释啊，互咱看看就好了。哦，真正的正，你讲的就是讲迄个正位。哦，正位有正位，有本位，这是中体叫做正用啊，正用啊。啊，所以咱清净是要互咱回归迄个本体，迄个正位，哦，迄个本位。啊，迄个本位伫倒？迄个本位是咱的意识哦，不是我个人的想法哦。迄个本位叫做自性，哦，佛性。用咱我都咱的意识心回归咱的自性，咱的一寡无好的念头，回归自信，回到这个正，通过清净心有为的清净，咱回归咱内在这个正，然后咱的自性流露出来，咱就我都发挥正用啊，我这用来学习啊。哦，所以你看我都发挥正用啊，所以清净有这个正，找到这个正，这个本体，这个正位。那本来或许有一些例子，有时间会讲，咱或许那个其他经典的引证，咱看起来就好，咱或许不解释了。哦，你经内底来讲。哦，这个十个就好，伊讲天地上大的德叫做生哦，圣人上大的宝贝叫做位啊。哦，这个位你讲的是正位，咱人圣人咧求的是啥？求伊。那个不是咧求什么坐福做皇帝哦，有什么做啥，伊是找咱先来迄个正位，啊要修这个正位，叫做义啊。所以孔夫子讲义，讲这个字，这个义是咱的内心的一个呈现，所以这个正位是咱互咱我都生出这个义的本体是位啊，圣人上重要是这个位。那而且咱参考就好，啊要修这个位，啊发挥义啊。啊所以。正，这个正，回到这个正，清净回到这个正，啊天下正就是所有的物件拢恢复正位，所以世间上的任何的事物，是咱人创造的事物，伊拢伫正位。哦，树啊，水，什么石头，什么树势的运作，伊拢伫正位咧运作。哦，伊绝对拢袂偏，咱人较怎做，搁较讲。所做出来手表啊，做出来时间，拢会误差。你看咱地球，咱人我咧运作几亿年、几万年，敢会误差？袂啦，为什么？因为伊正位，哦，伊是清净的，伊无污染，照伊的本分来提意义，吼。啊，所以我就慢慢来讲，有本分故归其根，归根完整，是为护命。恢复本来本命，本来本命，这边有本命就是本来应该的。啊，所以咱读经典就是咧找迄个本来应该迄件代志。哦，那老祖伊咧讲迄个本来应该就是道条定义，道是本体，定是咱的行为，就是迄个本体变到伊也展现出来，伊个应用出来，所以用作一个文字哦，这个解说。哦，所以叫咩叫做清不念？情叫做运动，哦，面对事物的时阵，咱的心不念；应对的时阵，咱的心不动。哦，不动是讲咱拢爱紧啦，拄着代志，啊，拢不在意，拢安尼就好。哦，是啦，吼，是即个过程当中，咱去处理这件代志。哦，咱的心会叫污染，咱的心会叫敏感，刷叮当，失了咱的本性，
我的我是谁啊？哦，所以咱来求的行的，第三步是讲啊，就是一个关一个考官一个行动哦，哦，这足厉害，咱方向化结，咱有咱天上，是啦吼，第三步，一指中央位，稳体伫遮，哦，稳体伫遮，然后呢，咱来用考官用行动吼，去考官是要互咱收摄咱的心念，行动是互咱去有始有终嘛吼，恢复咱的恰处之心，互咱去修炼的，去应付去练啊，练心，了咱的心的一个作用，爱不离本体，哦，本体就是咱民俗个基迄个所在，民俗安怎定？民俗定一支迄嘛，伊遐把咱引落来，因为咱在头前，哦，伫咱头前转一圈，然后那个点选咱看头前啊，最顶个把咱出落去，将来出落去叫做如息，哦，参像是安尼，哦，如息。就是这样子而已，咱的本性就是你这如是，如是而已。所以咱第三步就是要应用啊，就是找回咱的本主，不要忘了我是谁。应处应本是清洁的，所以三步会当修持，为什么伊要按照透过三步的修持，找到咱迄个不一样的心，找到迄个不同的心啊，不一样不同的心，不是回到家里面什么都不做，好不好？迄个去经嘛，遐个经着我来讲，无价值用不尽，嘛是有价本啊，有价本的我讲，用不尽，理不应义中就不灵，伊是袂，咱的就是去应用，会当实反观，安怎用我用袂完的啦吼。好啦吼，那今仔互我三十出主条念到遮啊，我连看你不止啊，我个体会到这里啊。哦，所以咱有偌济讲偌济，啊，体会偌济讲偌济，嘛真济不足哦。啊，不足的，错误的，咱是会注意啥侪。啊，有啥物甲咱问我呢？嘛是，无对的所在，咱各位真侪安尼做包啊。哦，啊，最后叫咱注意一下，下日，下日讲注意。感谢讲师慈悲前导。